到了，请续乐。我们一起来唱《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门。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创造宇宙万有，统管一切。我们心存敬畏，尊你为天地之主，万有的神。现在我们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诚意敬拜赞美你，因你的作为奇妙伟大。愿万膝都向你跪拜，万口都向你颂扬。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在创世以先，你已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愆，赐给我们永生，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让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亲爱的主，你是我们的牧者，你丰盛的供应使我们不致缺乏，你随时的保护我们，走在阴暗的低谷中也不怕遭害。你以你的杖和竿引领扶持安慰我们，使我们不致失脚。在困苦艰难当中，你的恩典总是够用。你大能的手托住我们，使我们能够靠你站立得稳。主啊，你满有恩典与怜悯，你的恩慈乃是一生之久。来到你面前的，你总不丢弃，也不撇下。感谢你时常垂听我们的祷告，并按着你的美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愿一切颂赞感谢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之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我们崇拜的诗歌《赞美祭》。我们连续唱2次，间奏后再唱一次。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献上赞美的祭，进入神的殿中。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以喜乐的心来献上赞美的祭，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献上赞美的祭，来进入神的殿中。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以喜乐的心来献上赞美的祭。间奏。
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们以喜乐的心来献上赞美的祭。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荣耀颂。请译今天的经文在诗篇111篇，诗篇111篇，由思慧来起，弟兄姐妹来印。弟兄姐妹来印黄色字的部分。如果你是看圣经的话，就是一行一行的，第一行由思慧，接下去弟兄姐妹，就是你的部分。诗篇111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圣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为非洲国家索马利亚共和国，愿信仰基督的信仰能进入生活中，民众能更认识基督信仰而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三教区三峡卫理堂谢炯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主赐聪明智慧给执政掌权者，赐福给台湾的人民。我们为疫情来祈祷，愿台湾及各国的疫情能够趋缓，疫苗的生产能够顺利，且能有效地控制疫情。
也为我们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平安，工作顺利。我们为2021年今年教会聚会人数增长至200人祷告，求上帝加添得救的人。我们为弟兄姐妹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受疫情影响来祷告。以上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之名求的，阿们。请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现在请曾荣基弟兄来为我们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今天的第一处经课在列王纪上2章10到12节，3章3到14节。第一处经课在列王纪上2章10到12节，3章3到14节。翻到由我来攻读。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反烧香。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上帝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路。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上帝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智慧、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第二处的经课在以弗所书5章15到20节。第二处的经课在以弗所书5章15到20节。
关道友来攻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以上是今天的经课。现在由思慧来读经，经文依然是在以弗所书5章15到20节。以弗所书5章15到20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以上。现在请蔡伟文牧师来证道，看见了主。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疫情稍微控制之后，我们可以稍微的可以回来到教会里面来做礼拜。我相信今天大家都觉得自己的位置很大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以前以前我要回家去的时候，可能都要搭那个客运。那坐客运的时候，我最喜欢坐什么？这种皇后座位，有没有那种很大一个人的那个座位？为什么？因为可以不用跟其他人坐在一起，然后可以自己有自己的空间，这是很好的。感谢上帝，让我们现在我们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很大的自己的空间，我们可以放圣经，放自己的包包，放自己的东西，都很好，很棒。但是我们也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在疫情之后稍微降级了之后，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回到我们的当中，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一起的见面。所以好不好？我们跟我们不要动手，但是我们远远的跟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们打个招呼就好了大家挥个手，然后跟大家见个面一下因为我们很久没有在我们当中跟大家有见面所以我们挥个手跟大家致意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终于从网络上面再拉一点距离回来，终于可以远远的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稍微见到面那期待我们可以在这个之后能够渐渐的越来越好，可以解封之后，我们都可以陆续的跟弟兄姐妹再见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真的这个有一个女生，因为她长得比较黑，如果知道那个长得比较黑，那个台语有一句话讲叫做“欧巴地”，知道吗？欧巴地就是那个皮肤是比较黑的，好。所以他就觉得显得他很自卑，因为人家都喜欢那个白白净净的，然后他就比较自卑，然后呢，他就这个心里面很难过，他觉得好像别人都会轻看他，然后有一天他就去找他的牧师要来诉苦，他说：“牧师，我怎么办？我觉得我好像这个被人家觉得好像我是一个黑黑的然后好像不是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女孩子。”然后这个牧师呢，他就默默的站起身来，然后去把这个窗户打开来，把门打开来，然后光就透进来。这个女生觉得心有所感，她说：“牧师，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我只要打开我的心门，打开我的心窗，让光进来，那我自然就可以这个得到释放，或是我可以得到这个很好的快乐。”这样，结果这个牧师说：“不是的，因为我需要打开窗、打开门，这样我才看得到你人在哪里。”听得懂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他人真的是很黑了所以看不到。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笑话，但是我没有要歧视说好像那个人皮肤比较黑，因为有时候真的这个不小心晒到黑了，有时候也会这样的，这是一个笑话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好，那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
让我们能够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得帮助。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这个祷文哈，我们一起来念这个读经前的祷文，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台湾能够稍微比较好一些。虽然我们在之前也经历过一段的比较危险的时期，但是渐渐的能够来稳定下来。我们也要求上帝来帮助，让这个稳定能够持续的、不断的，能够继续的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身体跟心灵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外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病毒或病菌会去入侵身体，以至于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的疾病。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心也可能会这样。如果我们没有去让我们的心的免疫力是强盛的时候，有时候外来的或是外在的东西有可能就进到心里面，以至于让我们的心就损坏了，以至于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想法就破坏掉了。所以求上帝来帮助，让我们能够来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然我们不知道上帝的作为会如何，因为曾经在历史的演进当中有过很多的疾病突然间就消失了，我们也期待这个病能够突然间消失，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上帝还需要我们再等候一段的时间，求上帝给我们有这个身体的免疫力，也有心理的免疫力，让我们能够有好的免疫力，以至于我们能够有好的这样来对抗这个外来的入侵的这样的一个病毒跟病菌。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的里面。各位知道以弗所书是由这个保罗所写的这个书信，但是它特别是一封叫做在监狱里面的书信。所以保罗他在监狱的当中，他写了一些的书信来鼓励他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会认为说，在监狱里面你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可以这样的去写这些东西。正是因为在监狱的里面可以不被任何的打扰，所以保罗可以透过在书信的当中继续的来牧养他的弟兄姐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很多人说我的身体被捆绑了，好像这个地方我不能去。但是保罗突破了当时的一些的限制，他仍然用书信继续来牧养他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牧师被抓去关起来，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得到喂养的时候，居然还可以有书信能够到那个地方去，对他们来讲是极大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虽然也许外在的环境里面让我们没有办法很实体的来聚会，但是上帝也透过很多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继续的能够来得着喂养跟供应。只是我们愿不愿意真的叫做刚刚讲叫做打开心，然后让上帝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好，所以请大家先来看这一段的圣经，这是在雅各书第4章的第4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的圣经哈，这个是雅各他所写的一段的话，跟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有一些的相关跟类似。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雅各书4章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活在黑暗里，活在黑暗里是什么？在这里就提到一个事情，叫做与世俗为友，就是活在黑暗的里面。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所谓的叫做世界观，或是活在世界的里面，不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环境不好，不是我们在的这个环境，千万不要误会那个意思。它指的是用世界的方法，照着世界的方式，在教会里面来做这些的活动，或进行这些的事情，或是教导，这些叫做世界的，或是叫做与世俗为友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也用世界的方式，或是用世俗的方式，把它带进到教会的里面来。我们用社会的那一套，然后套进到教会的里面，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在教会的里面产生一些的影响力。曾经有一些的人，他们认为说有一些人他们到教会里面来，我是奉献比较多的，
我是可能社会地位比较高的，所以我应该要站在教会当中的某一些比较高的位置，或是比较能够发出声音的位置。教会跟社会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叫做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体的，也都是一样的。所以即使我们可能在社会上可能是高官贵族，但是在外面的社会里面，有一些人是贩夫走卒，但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都是一体的，不会因为你是比较身份地位高的人，所以在教会里你仍然是身份地位是高的。在教会里没有所谓的高或低的区分，也许我们人会有一些的尊卑贵贱，但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叫做弟兄姐妹。所以世俗的方式就是用社会的那一套，再进到教会里面来。我是捐钱捐的比较多的，所以我的这个声音就比较大声的，或是我的在外面的这个位置是比较高的，所以我来到这里，我也是要大声的来表达我的一个身份。这些都是叫做与世俗为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是反过来的。牧师常常讲一个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为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当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能够成为有声音的，能够来帮助人的，能够对人有影响力的，不是因为我们的钱比较多，不是因为我们在外面的位置比较好，而是因为我们的服务，我们的贡献能够比较多在人的当中。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这里提到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所以过去的这个保罗他提醒这些以弗所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过去我们是在这个黑暗的里面，然而如今我们是住在神的里面，所以住在神的里面叫做光明之子。各位如果看在第5章的地方，那里保罗提到说，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所以约翰福音12章46节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住在光里，不是住在黑暗的里面。我们是光明之子，不是在黑暗里面行事的人。所以既然是光明之子，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有光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第15节的地方提到一个事情，我们来念一下第15节第15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念这一节经文，一起念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圣经里面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箴言里面有一句很美的话，叫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一个智慧的人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一个把上帝当上帝的人。如果是一个愚昧的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愚昧的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但是敬畏上帝的人才是智慧的人。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圣经上说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带着清洁的良心来侍奉我们的上帝，而不是用一个叫做愚昧的或是亲近上帝。各位可能曾经有听过有一些人，也许是为了好意，或者是他用一些好的方式想要表达他的功德的概念，或者是希望用这些来表达他的一个爱心。比如说像有些人，他们可能曾经我听过有一些人，他们叫做有些宗教他们会用一种叫做放生的方式。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种方式？有一些宗教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说，我放生，我对生命是有关顾的，我这个热爱生命，或者是说我这个释放这些的动物好像保护生命一样。但是有很多的人他的做法是错的比如说他把这个应该放在这个淡水的鱼就把它放在这个海水里，就让它死了，或者是把一群蛇就放到公园的里面，这些都是叫做没有智慧的方式。也许你很有爱心，但是你是没有智慧的在那个地方来行事的。所以圣经上说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的人，要像智慧人。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刚刚我们的读经员帮我们所读的经文，所罗门王他做一件对的事情，就是当他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当他要治理他的百姓的时候，他要跟上帝求智慧。一个能够求智慧的一个领导者领袖，
他要知道百姓的需要是什么，他要知道百姓的要求是什么，他要能够了解百姓的需要，而不是我自己觉得好我就推行那个政策，或是我自己觉得好我就推行那个计划。能够了解人民的需要，这个是一个智慧的一个国王所应该要去做的。所以我们在中国的尚书里面曾经有提过这一句话，叫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思就是上天所看的就是人民所看的，上天所听的就是人民所听的。所以他说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提醒。我们在信仰上面，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能够了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常常做愚昧的事情，也许我们的作为，我们的动机也许是好的，但是我们需要求上帝也给我们有智慧的行事的这样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箴言13章20节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能够跟智慧的人能够这样来亲近。那什么样叫做智慧的人？刚刚提到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常常跟敬畏上帝的人能够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智慧的事情，怎么样跟智慧的人同行作伴，而不是去跟愚昧的人作伴，所以遭受到亏损。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智慧的决定跟智慧的事情。所以这个牧师华伦威斯比他这样说，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游乐场，是一个战场，我们必须要时刻的警醒。昨天有一个姐妹这样说，她说圣经上给我们提醒说，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能够有智慧，就是能够知道哪些事情要去避开的，哪些事情是需要去顺从跟顺服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是一个游乐场，它其实时常是需要去谨慎跟警醒的。有一些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可能就圣经上说中了这个魔鬼的诡计，以至于我们就做了那叫不合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16节，我们今天的经文16节，以弗所书的5章16节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亲爱的弟兄姐妹，光是要放在黑暗的地方，所以我们不是放在太阳底下，我们是要放在黑暗的里面。所以请记得，光明之子，我们要显出光来，是要放在黑暗的里面。所以这个世代邪恶，表示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没有光的地方，我们要显出那个光。昨天我听到一个话，也是很美的话，他说，与其咒诅黑暗，倒不如点上一支蜡烛。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抱怨说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这个世界是不好的，这个世界充满很多的诡诈。但是有没有因为我在这里，或是我在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公司里，我在我的环境里，我在我所处的环境当中，我就成为那一根蜡烛，能够来照亮在那里的黑暗。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是在战场里面，不是在游乐场里面。这个是华伦威斯比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 C.S. Lewis 他也是这样给我们提醒，他说，也许我们忘了我们是存在的时时刻刻，是完完全全的要依靠上帝的，不是只有礼拜天的时候要依靠上帝，不是只有礼拜天我要读上帝的话，不是礼拜天才要遵守上帝的话，而是我们的时时刻刻完完全全都是要依靠上帝的。我们需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以至于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这样的知道我们时刻需要在主的里面，让上帝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能够显出光来。司布真这样说，如果你自称是基督徒，但却完全满足于属世的享乐和追求，那么你的信仰表白就是假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满足于我在这个地方能够有位置，我在这个地方能够有一些的收获获益，这些事情都是世界上的这样的享乐跟追求的。当然不是说这些完全都不好，有一些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肯定，需要被人赞美，需要被人鼓励。但是假如我们的所有的目标是专注于那些东西的时候，而不是专注于上帝的事情，我们的信仰表白有可能是假的。
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代的里面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是一个需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聪明的事情，怎么样去做对的判断，怎么样去做对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怎么做？其实保罗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以弗所书5章18节这里提到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来充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不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要怎么样与这个世界不一样，而不是与世界为友，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圣洁，需要做一件事情，是让圣灵充满在你的里面。当然我们在传统教会里面讲圣灵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视之如洪水猛兽，因为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讲圣灵的时候，常常都会被人家误会说，好像是不是那个要外在的那个样式啊，我要讲方言，或是我要有什么神机骑士，那个才叫做这个讲圣灵。其实不是啊。他说圣灵，这里提到说以弗所书5章18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来充满。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其实给我们引出一个东西，就是圣灵充满应该像什么？圣灵充满应该像什么？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对不对？所以圣灵充满有一些外在的形象，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醉酒的样式，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你要让圣灵充满，但是让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结果，酒使人放荡，就是喝了酒之后是使人放荡的。但是如果你是圣灵充满，那么你就是能够活出像基督的样式，或是后面提到的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圣灵充满不是带来放荡的，圣灵充满不是带来放纵的，圣灵充满乃是让我们能够以神为乐，能够来赞美上帝的。以前我们在马祖的时候，各位知道其实马祖是比较战地的地方，那所以其实有一些从对岸来的一些他们来依亲的人，他们来到马祖这个地方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来到我们的礼拜堂，会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的父母亲是从大陆过来，然后他来参加我们做礼拜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来做礼拜的时候，他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唱诗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讶，他们的认为是，你们这一群人怎么可以在这里自嗨那么快乐？为什么你们可以那么样的喜乐，好像唱诗非常的投入，或者是你们可以在那里敬拜上帝？对他没有信主的人来说，这是他无法理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醉酒的人？醉酒的人他在胡言乱语的时候，他在自己在那边自嗨的时候，旁边的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会这样快乐，不知道，只知道他喝了酒。但是圣灵充满意思类似，我说类似的意思就是圣灵充满，就是你知道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知道圣灵工作在你的身上，你好快乐，你是喜乐的。虽然外面的人不一定知道，虽然外面的人不一定认为，或是他可以感受到你的那个状态，但是你知道圣灵住在你的里面，那是喜乐的。所以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后面会看到的。好，那我们先来看到这边，上帝要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那个充满不是只有指在外在的恩赐跟服事。很多人以为说圣灵充满是只有在外在的恩赐服事，比如说我很会唱诗敬拜，我很会讲方言，我祷告很会医治病人，或是有很多的外显的东西，那些是外显的恩赐。但是圣灵的充满要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要追求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个才是真正圣灵充满的最终的用意。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醉酒跟圣灵充满不一样的地方是酒能使人放荡，但是圣灵充满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5章16节17节，他说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才是圣灵所带出来的结果。如果你是醉酒，那后面当然就是放荡；但是如果你是圣灵充满，那么你就有活出圣灵的所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果子。所以，再多再大的圣灵的恩赐，如果不是让圣灵来控制跟掌管的话，往往会变成更大的危险。所以圣经里面的圣灵充满，不是那个外显或外在的东西，圣灵充满真正的定义叫做被圣灵来管理，按着圣灵来行事。所以不是我们自己认为说我好有圣灵的恩赐，然后我可以做很大的事工，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圣灵的充满是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所以这里提到说，那些依从圣灵的人是为促使众人和睦的榜样。所以圣灵的充满不是带来混乱的，圣灵的充满不是来比拼的，圣灵的充满不是拿来说你看我的恩赐比较好，我的恩赐比较高，并没有。圣灵的充满乃是要让我们可以看到，使众人能够和睦的。所以雅各书提到说，属天的智慧叫做和平、温良、柔顺，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属天的智慧从哪里来？从圣灵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与人是和睦的、和好的，而不是带来混乱的，而不是带来争端的。所以依从圣灵的人是有和睦的这样的榜样在你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有圣灵的充满，那么你应当是可以与人和睦的，而不是带来比拼、带来伤害，或是带来竞争，或是带来计较的。这些不是属天的，而是属地的。属地的是什么？属地的是嫉妒、纷争这些的东西，但是属天的是与人的和睦、温良柔顺，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的。好，所以神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这个牧师这样说，神学的目的是为了要颂赞上帝。所以上帝给我们有机会，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很愿意去学习去跟随主、效法主，所以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愿意去进修，去神学院念书，去吸收更多的圣经的知识跟智慧。这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要颂赞上帝，而不是为了要夸口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圣经里面19节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充满的人就是常常像这样，能够用诗章、用颂词、用灵歌彼此的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他的生命的展现就是这样，而不是去咒诅人、去伤害人、骂别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常常学多了之后，也许我们的批判的精神多了，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看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但是我们缺乏了一个东西，叫做用诗章、用颂词、用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学是为了让我们来颂赞上帝的，是让我们透过这样来赞美上帝的一切创造跟一切的美好。华里克这样说，他说，快乐的时刻赞美主，困难的时刻寻求主，静默的时刻敬拜主，悲痛的时候依靠主，时时刻刻都要感谢主。所以透过感谢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表现。华里克牧师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快乐的时候赞美，困难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寻求上帝，静默的时候要敬拜上帝，悲痛的时候要依靠主，而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在主的里面来感谢主。每一件事情都没有超过上帝的旨意。各位如果看到在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约瑟，很多人会觉得他的生命真是前半段真是极悲惨到底。为什么？因为他被自己的兄弟出卖了，他又跑到这个埃及去，又被他的老板娘给出卖了，以至于他就必须要到监狱里面去度过一段的时间，一直到最后得到平反的这个事情。可能我们看圣经只是几章，但是那是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能将近10几20年的时间。你可以想见一个年轻人，他从17岁一直到他30岁，甚至已经快40岁的人，他到最后才获得平反的那段时间，其实要待在监狱里面，人生的黄金岁月都在监狱的里面。
然而当他跟他的兄弟再见面的时候，他赞叹了一件事情，他说：你们原是要害我，但是上帝的旨意原是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看起来是要伤害的，人看起来是要对我们对付的，或是人看起来是跟我们作对的，然而圣经上说上帝的旨意原是好的。约瑟他经历到这样的事情，10几年、20年的时间在监狱的里面，对他来讲可能有很多事情是他已经无法掌握了，10几20年的黄金岁月都在监狱的里面。然而当上帝提升他的时候，他看出来原来上帝的旨意是好的。如果没有先到埃及去，他的家族、他的家人恐怕就没有办法有得救的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感谢上帝。也许看起来现在这个事情并不好，但是有一些的美意是上帝在这当中要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感谢的信仰，是一个常常感谢跟感恩的信仰。所以我们来看到20节的地方，在今天经文20节，我们来念一下今天20节的经文，一起念来。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这里提到凡事，凡事不是只有哪一件事情才这个感谢上帝，而是凡事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来常常感谢父上帝。所以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恩典的信仰，基督徒的行为是一个感恩的行为，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美好的旨意的里面。很多人都用这个词来形容说，在上帝的设立的里面，在上帝的安排的里面，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所以凡事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每一件事情当我们感谢的时候，就会看到美好的事发生。所以有一个教授常常在网络上发表他的一个文章或者是内容的，这个张文亮教授他这样说：一句感谢上帝可以越过很多的事情，一句感谢上帝可以让你越过很多的事情。或许你在困难的当中，或许你在困境的当中，但是一句感谢的上帝，也许可以让你重新有一些新的看见，也许有一些新的想法在这里面。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刻用感谢和赞美为祭献给上帝。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感谢为祭献给主的，就是来荣耀上帝的。所以我们常常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相信上帝在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可以看到超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事情是越过的。所以凡事感谢，无论在任何的困境里面都能够找到，任何的境遇里面都能够找到感谢的理由。也许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是好事，但是我们从每一件事情当中都找到可以感谢的事情。在现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有很多人认为说你看我又不能出去玩，我也不能够出去吃饭，我也不能够出去跟人交际应酬，也不能够跟人接触，看起来好像是捆绑。但是另外一种方向来看，却是另外一种释放，就是我们常常被很多时间表给绑住，被很多时间表给框住，或是被很多时间表给困住，但是我们却可以在现在这个时间，却是可以能够得到很多自己的时间可以释放的时候。也许我们不再有机会要去跟人家应酬，因为已经没有办法一起同桌吃饭的这样的机会少了，但是也许我们可以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了。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件事情看起来是困难的，或是看起来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每一件事情当中都可以找到一些可以感恩的一些的理由或方式。所以让我们继续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为主发光。刚提到了，在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有智慧能力，让我们能够在那个地方，在黑暗的地方能够显出光来。那么怎么样来持续有那个光？当然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住在圣灵的里面。所以圣灵充满不是一次性的，圣灵充满是时时刻刻的，圣灵充满是我们随时都要被圣灵来充满的，不是只有哪些时刻要被圣灵充满，是我们的每一个时间都要时时刻刻的在主的里面。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为主来发光。
所以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以前在东港开拓的时候，在嘉东开拓的时候，我们有一群社工，他们常常会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去照顾贫穷人，我们要去为社会服务，我们要去这个关心这个社会的需要，我们要有热情。那当然，我不是说我常常要泼他们冷水，但是这是一个实情，就是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请问你的热情可以撑多久的时间？如果你不是在圣灵的里面，很多时候你可能发挥了爱心，可是人家可能不见得会同样回报给你是爱心的回报，可能恐怕是另外一种想法在这里面。我常常讲说，我们给人家馒头，人家不一定还我们馒头，可能人家是丢石头给我们。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常常在主里面有那个热情的人的话，恐怕因为一次的这个冲击或伤害，恐怕就失去那个信心。所以我们要求上帝来帮助，让圣灵时常来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能够靠主来发出光来，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服事里面最宝贵的赏赐，是在服事的当中过程的里面，生命被上帝来改变跟调整。圣灵的工作也是帮助我们生命调整跟改变，使我们往成圣的路上再走。所以当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或许圣灵会引导我们有经历一些事情要去改变，或是有一些想法要去突破的，但是这些都是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的调整跟改变也都是服事上帝的一个赏赐。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透过服事会多学习一些新的功课，也会多学习一些新的技巧，但是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极美的帮助。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这个强迫师母要变成是直播手因为变成我要站在台上，然后师母要帮我直播，因为其他人没有办法出现。所以刚开始他要学的时候，他也是有很多心里面的不舒服。他说这个机器的东西、电脑东西我都不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已经自己玩到一个程度，就是他自己会设计那个版页。所以如果各位看 Facebook 上面，我们家师母他自己会设计那个版页或是设计一些东西。这是他从服事的当中，或许看起来是苦的，但是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却学到了一些好的东西在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有时候也会要我们去经历这样。也许刚开始那个学习是苦的，但是将来我们会看到那个改变却是一个不一样的，或是可以得着那个极大的赏赐。好，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几个新鲜的功课。第一个，活着的每一刻都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以弗所书5章18节说要被圣灵充满。那个要，只要各位读圣经里面那个要字出现的时候，要怎么样那个叫做命令句。命令句意思就是上帝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上帝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命令我们要被圣灵来充满。所以只要读到要这个字，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命令，上帝说要被圣灵来充满。所以使耶稣复活的上帝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不是一个时间在，其他时间不在，不是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是永远跟持续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只需要让他来管理，让他来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圣灵说这个时候在，另外一个时间就不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圣灵就已经内住在我们心里，只是我们有多少的空间，有多少的时间是让他来活，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爱德华兹这样说，圣灵住在基督徒里面，他以我们的心为居所，而且他成为我们情感的源头。我们所有的源头、想法、思念都从圣灵的感动而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圣灵住在基督徒里面，他以我们的心为居所，而且让我们的情感能够从他而来。所以从上帝而来一些圣洁的想法、念头、情感，都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时刻需要被圣灵充满。第二个，活着的每一刻都要让圣灵来引导。所以圣灵引导赐下能力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如果你可以过圣洁的生活，不是自己厉害，是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过圣洁生活，能够爱主所爱，能够来接受圣灵的安慰。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有时候我们可能苦到一个状态是祷告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来把我们心中一切的苦情、一切的需要，能够带到主的面前。所以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时刻。罗马书8章14节说：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怎么确定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被圣灵来引导，我们就是属上帝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的孩子，要时刻被圣灵来引导。每一天我们活在基督里，才能不断的支取他的智慧、生命跟力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哥林多前书1章30节提到说，上帝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能够有智慧，也是从基督来的；能够有生命，也是从基督来的；能够有力量，也是从基督而来的。第三个，活着的每一刻都用感谢和赞美来献给上帝。所以活着的每一刻都赞美跟感谢主，让上帝来居首位，生命才不会太累。如果不是让上帝居首位，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一些决定安排，我们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好或不好，或者是那个安排是好或不好。但是当我们让主居首位的时候，生活就不会累了。上帝必然有好的安排跟带领，或许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上帝必然有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的祈祷、言语、行为和侍奉都能够被上帝大大的使用。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可能讲的话，或是我们可能在上帝面前的侍奉，我们所做的事情，也许可能我们自己不觉得什么，但是有一天上帝会透过我们的言语、行为，或者是祈祷，或者是侍奉，能够来使用。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使人有帮助的人。曾经有一个教会的年轻人，他这样跟我说，他说他的教会里，他的师母在敬拜的时候，师母是一个就是五音不全，唱歌不是很好听的人，但是他说每一次师母上台唱歌的时候，他说他都觉得好像圣灵在对他说话一样。所以祈祷、言语、行为跟侍奉都能够被上帝大大的使用。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好像我什么东西很差，我很糟糕。我们的每一样事情、行为、言语、侍奉、祈祷都有可能可以成为许多人的帮助，只要我们能够被上帝来使用。所以上帝渴望看见的敬拜，不是只有20分钟的这个时间，或是我们做礼拜的这个1个小时、2个小时的时间。真正的敬拜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方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常常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上帝，这个就是敬拜。让你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敬拜的里面，不是只有20分钟在这里唱诗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上帝，不是只有在礼拜堂做礼拜才叫做敬拜上帝。我们的每一个时刻都可以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上帝，那就是在敬拜我们的上帝了。好，最后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鼓励跟勉励，加拉太书的5章16节，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是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顺着圣灵而行，每天活在圣灵的里面。刚提到了圣灵的充满，不是只是要追求叫做言语上讲方言，或者是能够什么祷告然后人倒下来，不是只有这个，而是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按照圣灵来行事，按照圣灵的工作，让圣灵来管理。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的行为行事都要按着圣灵而行。愿上帝的灵充满我们，我们每天求圣灵来充满，每天让上帝来掌管，每一天都靠着圣灵来行事，让我们活在圣灵的里面，从里面活到外面出来，活出基督的样式。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有这样实体的崇拜的时间，还有我们在线上也这样的并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无论让我们在哪里，在那里我们就成为教会，在那里我们就成为敬拜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就成为祷告的祭坛，在那里敬拜上帝。谢谢你，无论是我们在礼拜堂里，或是我们各自在家里面，都让我们所在的地方成为祷告的祭坛，在那里来敬拜主，与我们的上帝亲近。谢谢主，也让圣灵来引领我们的每一天，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让我们活在圣灵的里面，带领我们如今天经上所说的，叫我们能够来爱惜这个光阴，
每个时刻在主你里面的，都是爱惜光阴的时刻，都是抓住光阴的时刻。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珍惜你给我们的这样的时刻，使我们时常都在主的里面，以至于我们成为智慧的人，能够来过我们的生活，能够来每一天行事都按着上帝的智慧而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主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背诵今天的金句，在以弗所书5章20节，请。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以弗所书5章20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5章20节。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爱拯救我》。我们唱全首，第一节我们齐唱，第二节前面的歌词由弟兄来唱，副歌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和。第三节前半段由姐妹来唱，副歌一起和。平安平安我愿领，陷入最深海里。昔日无点余生，在无能的情，星系海洋的主宰，听我绝望呼求。
做基督徒奉献，请思建同工到台前来。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现在我们低头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奉献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事工及宣扬福音，使之用得合宜，荣耀你的圣尊名，让众人得着益处，复兴教会。我们也愿意奉献我们的时间、恩赐、才能与生命，使教会丰盈富足，各按其职，成全圣徒。愿你赐福凡如此奉献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向主献成歌》。弟兄姐妹，你们今天进到这个大堂来有什么感觉？是不是觉得弟兄姐妹都好可爱？我们太久没有见面了，对不对啊？我们现在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坐着唱就好啊。那到副歌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请不要离开座位，你就向前后左右以及远方你能及的人，跟他挥手问安就好了，好不好？好，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有点不过瘾，对不对？期待我们早日开放，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拱手问安。好，那现在报告时间，我们先把时间交给牧师，他要为我们放一段影片。好，
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这个8月份的父亲节我们原本有一个父亲节的庆祝，那但是因为我们疫情的影响，所以没有办法实体的来庆祝，那我们也不方便给大家发送礼物，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执事会就已经决定把这个买礼物的钱，我们就奉献给医疗单位。那我们奉献的这个医疗单位是恒春基督教医院。是台湾最南端的一个医院那这个部分让大家能够知道说，我们的奉献的金钱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帮助在这个地方的偏乡的地区的医院，让他们能够在医疗上面能够得帮助。那当然我们在 YouTube 上或是网络上面，我们都可以查到这些的资料。那他们特别制作了一个影片，那要给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观赏，那就是他们在那里他们做哪些的服事事工，让我们可以了解跟知道，也为他们来祷告。那我们就请影音同工来播放这个恒基的他们的这个影片恒春基督教医院的事工。在台湾的最南端有一个灯塔，静静地指引着黑暗中失去方向的渔船，是希望，是温暖。而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可不可以把前面的却有许多灯关掉？阴暗的角落，谢谢。只剩下不想被遗忘的期盼，却随着日复一日的落空，逐渐忘记自己。面对冰冷的家庭，本能地选择逃避。因着文化的隔阂，只剩无能为力，独自面对病痛的折磨，直到失去生存下去的动力，只剩下不想被遗忘的期盼。而有一群人，他们愿意牺牲自己来到这里，深入穷乡，翻山越岭，找寻微弱的期盼，燃起黑暗中的亮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真咖啡真正的，你讲吧，该有该等再加吧。每周9000公里的遥远路程，却是拉近了他们与那光、那爱的距离。恒春基督教医院邀请您一起守护台湾尾。这个是一个短片那详细的情况大家刚刚提到，可以上网在那个网络上面，或者是在YouTube 上面有其他的他们的所拍的短片。那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小故事，就是我里面有看到一个医生她是一个从菲律宾来的一个女医师，她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癌症的病患。但是他还是持守在这个恒基里面来当这个妇产科的医师。那有人问他说：“你已经都到退休年纪，为什么还不退？”他说：“没有办法退，因为没有接班的人。所以我们可能在都市里面，我们还比较好一点，医疗设备各方面都还算是好的。那但是在台湾的最南端的地方，还有很多的地方是很困乏跟缺乏的。那里面有一个最年轻的医生，38岁。但是这个记者问他说：“你会愿意继续留在那里吗？”他说他没有办法确定他能不能继续留在那里。所以其实那个地方的医疗方面，还有这些的一些的需要是很大的。那所以我们把这个奉献放在这个地方，那求上帝的帮助，希望我们的这个少少的奉献可以对他们有一些的支持。但那个只是一个支持的性质，
没有办法完全的弥补跟帮助他们的完全的需要，所以请弟兄姐妹也关注我们在台湾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有需要关心的一些的我们的同胞，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都需要有一些的照顾，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谢谢执事会为我们做了这个明智的决定，我们也谢谢全教会的爸爸，还有爸爸 to be 哈，你们将你们的父亲节礼物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谢谢你们。那我现在来做报告。今天是圣灵降临节第12个主日，欢迎参加教会聚会以及线上聚会的所有的朋友，愿上帝赐福给你。从本主日开始，教会开放3楼主堂进行台语及国语的崇拜。依防疫标准呢，室内规定为50人，请弟兄姐妹遵守人数的限制。主堂如果超过50人的话，就要依招待同工的指示，以往1楼或5楼副堂参与直播的崇拜。那请弟兄姐妹依循教会防疫的规定，严格执行洗手、戴口罩、量体温等的规定，营造良好的崇拜环境。我看我们今天好像不到40人哦，下礼拜可以再多来10个人，好不好？好，那各堂呢有关诗班以及敬拜团的服事呢就暂不进行，我们等到8月23号看防疫中心的规定有没有更改的时候，那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就忍耐一下。我发觉我太久没有唱诗歌，我今天声音都黏住了。好，希望我们赶快能够一起来练诗歌啊。好，那疫情指挥中心宣布，疫情现在已经降到2级的警戒，教会周间小组聚会以及制服学院的活动呢，可以微解封到室内50人，室外100人，可是仍要依照疫情指挥中心防疫规定来办理。那教会各小组呢，可以开始预备实体聚会的时间，还有你们的活动安排。如果没有办法确定小组组员状况的话呢，仍然可以采取线上的聚会方式。那我们教会红本门徒的课程将在8月18号，就是这个礼拜3恢复上课。课程是第13课《心灵之歌》，请学员们预备上课作业的撰写，于上课时分享讨论。不可以赖皮，好像哈。好，那赶快写啊。那春季制服艺人学院活动课程已经陆续恢复上课，可是还是要注意防疫的规定。愿上帝祝福学生的活动进行顺利。卫理神学研究院下半年度的新学期将要开设新约导论的课程，8月底以前要完成报名以及缴费。那9月17号上课，请我们大家一同关心神学教育，并且为本堂延伸至的教育课程祷告。教会第2阶段就是2001年的5月到8月的哀读经计划持续在进行，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日常的帮助和力量。那第9点就是8月21号下星期六上午9点半，全国姐妹会夏令会线上的会议，讲员有庞君华会督和叶小荣姐妹，她们要分享疫情下的门徒生活，请我们为全国姐妹会的活动顺利来祷告。那关于肢体消息方面就是为施打疫苗的会友，他们施打过程中有平安，施打后身体有良好抵抗力祷告。我星期3也去打了莫德纳，我发觉其实没有我想的恐怖，但是呢，我要去之前我很紧张，到那边量血压竟然高到160啊，那就是标准的怕去医院的那种人啊。那其实就隔天头痛啦，吃了普拿疼就 OK 了，所以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恐怖。如果接着轮到你的话，请你不要逃避，还是赶快要去啊。那另外呢，我们为身体不适的郝文章牧师夫妇、黄秋黄、赖瑞美的妈妈黄彩和，还有黄丸子、周春和、黄清良、孙妈妈，还有刘世文来代祷。我们在祷告中能够纪念这些身体软弱的肢体。那请问牧师，我们还有这个报告？好，那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云，今生赞美父子相依。
师来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疫情能够尽快的过去，使我们能够在你恩典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愿你恩待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主你慈爱里，也活出你美好的生命。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默祷散会。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事工来代祷。如果你有在病痛中、忧伤中的弟兄姐妹，欢迎你打电话到教会来，牧师会为你们祷告。